邊個爭會場？Peter，小心啊嚇！係一個人爭咧，真係唔好跌晒啦，嗰邊跌親啊！個咪頭好係我啲長份。應該是夾嘅。跟翻佢重唱就得啦。我哋會落時間俾佢嘅，我哋去到入邊。你睇邊度？我而家耶穌基督不為主，下地上天壓全權，我眾齊聲歌頌主，顯下榮耀永常存。耶路撒冷光榮盡，以民怒笑迎紛紛，當年歡呼默西亞，聖子於現夜驗讚。耶穌基督不為尊，下地上天壓全權，我眾齊聲歌頌主，顯下榮耀永常存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主愛嘅兄弟姊妹，我哋從4長期開始就已經藉住補贖同埋愛德的工作嚟到準備我哋嘅心靈。今日我哋分組一起，連同整個教會揭開慶祝主逾越牛祭的序幕。呢個逾越牛祭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的苦難同埋復活。耶穌基督就係為咗完成呢個牛祭，先至進入佢啲聖神耶路撒冷。因此，我哋為主信德虔誠紀念耶穌運進耶路撒冷，並係應從啲造有之下跟隨基督，與基督一同背負十字架，而分享佢嘅復活的生命。請大家祈禱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以你的祝福神化呢啲樹枝，使我哋能夠歡欣咁跟隨基督光榮，並靠佢獲得力量，抵達永恆的耶路撒冷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。阿們。講到聖馬竇福音，耶穌和門徒走近耶路撒冷，嚟到靠近橄欖山的被頭髮割時，耶穌就打發2個門徒，對佢哋話：你哋往對面嘅村莊去，就係看見一匹新造的母驢，和同母驢一起的小驢駒，解開牽來俾我。如果有人對你哋講乜嘢，你哋就話主要用佢哋。佢就係即刻放佢哋來。這事發生是為應驗先知所講的。你們應向熙雍女子說：看，你的君王來到你這裏，溫和地騎在一匹母驢的小驢駒上。門徒就係照耶穌吩咐他們的做了。他們牽了母驢
和小律居來，白外衣戴在他們身上，徒耶穌坐喺上面。好多群眾將這啲外衣鋪在路上，還有些人從樹上砍下樹枝鋪在路上，前呼後擁的群眾高聲吩咐：客塞那，大衛之子，奉上主之名而來的，當受讚頌。客塞那與至高之天。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，全城轟動，說：這人是誰？群眾說：這是加利拿拿撒勒的先知耶穌。上主的話。好，各位主內兄弟姊妹，讓我哋效法耶路撒冷的群眾，向耶穌吩咐喺平安之中列隊前進。上嚟，draw sword。上嚟，march。使用喜躍讚揚救主，現像谷永在歌在舞，族中領袖兼羨慕，歡樂齊唱，歌聲響亮，人韻清脆義氣飛揚，心情歡暢同歌唱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王權永無疆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王權永無疆。請看天使晨星息亮，成了我們裡這容量，不該輕視作粗看，歡樂齊唱，歌聲響亮，音韻清澈義氣飛揚，心情歡暢同歌唱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王權永無疆，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王權永無疆。耶穌是牧世人導師，我心聲處懇求憐視，付出終身有此事，歡樂齊唱，歌聲響亮，音韻清脆義氣飛揚，心情歡暢歌唱，基督為王，基督為王，基督王權永無疆，基督為王。基督得勝，基督為王，基督王權永無疆。
基督為王，基督王權永無疆。